好啦，咁而家呢個動作咧，我哋想咧係可以運動到同埋舒緩到咧嗰個上背嘅肌肉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想阿太太 Joyce 咧係跪喺地下啦，然後咧佢可以趴前揾一個穩定嘅位置，例如咧 sofa 啦，一啲穩定啲嘅表面咧去即係伸展佢個雙手，然後咧佢會感覺到咧可能上背咧會有啲拉扯嘅感覺嘅。咁但係如果上背未覺得拉扯咧，其實嗰對手咧可以慢慢向前伸，向前伸，直到咧覺得咧個背脊同埋個膊頭咧都覺得有啲拉扯咧，然後咧就可以維持住呢個動作咧，大約5下。過咗5下之後咧，其實咧可以慢慢褪翻後，坐翻直啲個人，然後休息大約5下，然後我哋再試多1下嚇，咁阿 Joyce 就可以慢慢根據佢自己個上背拉扯嘅程度，然後就 hold 住5下。過咗5下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可以休息翻，慢慢坐翻直啲啦。咁總共呢一個動作咧，我哋可以做咧5至10下都得嘅。